枕邊人不忠，或者你諗過一單簡單嘅婚外情調查，會唔會扯出一宗命案？我係一個私家偵探，我嘅工作就係發掘秘密。港產懸疑片《私家偵探》就係講一個私家偵探查老婆，查下查出條屍仲唔止一條。6月12號喺馬來西亞正式上映，一齊入戲院睇下真相幾咁離譜。古天樂飾演私家偵探歐陽偉業，專幫人查足、揾人、影相、踩尾，樣樣齊。今次客戶揾佢揸女朋友，點知女朋友竟然係佢自己老婆周秀娜飾演嘅關詠芯。我冇運行，你一樣冇。為咗捉佢親自出馬，唔知一查之下，竟然搞出人命。如果有人同你講話你老婆有外遇，你查唔查？你想點啊？你問我想點？喺呢度問。一邊查老婆，一邊有人報失蹤。點知失蹤未婚妻屍體突然出現，案件一宗接一宗，表面上係情感出軌，背後可能係連環手，還是某人精心策劃。電影唔止查案，仲查出人性嘅黑暗、愛情嘅脆弱，成套戲越睇越心寒。全片喺馬來西亞取景，場景熟口熟面，但又玩味十足。導演李子俊同周敏如節奏掌握得好，緊湊得嚟又唔失懸念。金像獎最佳導演鄭保瑞擔任影片嘅監製，都係信心嘅保證。演員陣容方面，除咗古天樂同周秀娜，仲有劉冠廷、胡培威、黃浩然、楊明、張兆輝等，更有馬來西亞嘅關德輝友情客串。如果你鍾意睇緊張刺激又大情感掙扎嘅港產片，呢套一定啱你口味。記住，《私家偵探》喺馬來西亞6月12號上映，真相就喺戲院等你發現。你問我想點？喺呢度問。分啊嘛，唔嚟，唔嚟啊！你說你是私家偵探，你怎麼會沒有留下來，而是選擇離開？我懷疑佢同南唐嗰單謀殺案有關。你黐嘅玩到咁大，如果搞我屋企人，我一定殺咗佢。記得 like、comment 同 subscribe 我哋頻道。我其實冇出軌啊。有冇試過懷疑另一半？留言講你嘅故事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。